来是这个牛奶有丰富的蛋白质，也毋过美国哈佛大学上新的研究，480毫升的牛奶，一天若啉超过2杯，或者是食伤济零制品，颠倒会提悬死亡的风险。为什么呢？做伙来看。 添一杯芳醇的牛奶，真侪人早起时啊起床，拢爱啉一杯牛奶，讲这营养佮健康。严格说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讲，若是逐工都啉超过2杯牛奶480cc， 会增加心脏血管疾病、提悬死亡的风险。我们的饱和性脂肪酸如果过多的话，会影响到血脂的代谢，尤其一些胆固醇的代谢，而进而造成血管慢性发炎，而产生斑块，而造成心血管疾病。 研究显示，若是以一杯240cc 来算，一天啉超过2.8杯，会增加2%的死亡率；那4.2杯，甚至会增加到7%。要像这个牛奶油啦、冰淇淋，也是时常伫啉的饮料，拢有这个零制品，啉伤济嘛影响心脏血管的健康。要平时食入去有动物性的脂肪，嘛要特别注意。 像是肥肉、这个牛油或是动物性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动物性油脂的话的摄取，应该要特别要去控制。 其实啉适量的牛奶会使降低心脏血管疾病甲死亡率。医生嘛讲，会使啉低脂肪还是零脂肪的牛奶，但过唔通将牛奶当作水伫啉，你若啉过头，对咱的身体同款是负担。